再来看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3月31开始加入欧洲申根区哦。未来往来这两个国家航空跟海运的旅行，都无需要搁边境检查咯。也毋过赛车嘛是同款爱过海关。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奥托佩尼机场，3日小出欢迎来到申根区几个大里。这座机场是申根航班上大的中心，有一寡新建范围，但是为着这个时刻设计建造的。Aș putea să spun că am economisit în jur de 20 de minute și chiar mai mult. 罗马尼亚加入申根区了后，有4个海港甲17个机场适用。另外一个保加利亚，同款也是经过几啊年的协商，以后两国往来申根区的航空甲海运旅行，无需要边境检查，也毋过陆路游玩有限制，因为烦恼非法移民问题。所以奥地利2022年底否决这两个国家列入申根区。This is a really historic moment for Bulgaria. 去年，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甲奥地利3国达成政治协定，同意申根区要延伸到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的空中甲海上边界、陆地边界的开放问题，是延到今年讨论。不过，会当伫海空两路先解除管制，已经是重要的开通。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加入了后，申根区成员国都有29国。申根区1985年成立，有10亿外人，伫无内部边境管制的情况之下自由旅行。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。